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伫咧咱国内是连续1个月无本土病例发生，疫情指挥中心也拍算要开放规模较小的宗教活动，不过大家妈祖绕境也是无计举办。有美国的风险评估公司认为，疫情期间台湾的投资环境算是真稳定，全世界排第3，亚洲排第1。有中国人面无爱记者，质疑美国总统川普防疫作为，记者回报开刷，川普就随源头而开。国内在前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也已经是连续5天无增加，而且是30天无本土案例发生。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最近有真侪活动拢会解除封锁，初期会对规模较小的宗教活动开始。不过，亲像大家妈祖绕境进香，香客拢是对各地头来的，较歹掌握，目前是无建议举办。国内连续5天零确诊，嘛是第30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的个案出现。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12例行的记者会，特别把喙罨摕落来。不过中午有加假帮，嘛是呼吁民众爱甲防疫做好。很久没有用这个真面目跟大家见面了哈。好，那今天也跟大家示范一下，就是说万一有些场合没有办法隔离的那么远。好，那事实上有一个适当的隔屏，好，那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最近国内大型的活动小连续解禁，正正因为疫情延后的大甲妈示警，外界关心讲，敢有机会会当恢复办理。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初期会为规模较小的宗教活动开始，嘛较好掌握参与的人数。大甲真人宫的这个规模其实是还蛮大的哈，那它的不特定对象太多，那因为小规模的如果是地区性。小规模的绕境，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虽然国内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台湾伫咧非洲唯一一个邦交国——史瓦蒂尼王国，目前已经有100多人确诊，而且有发生伊内群组感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接到因卫生部请求支援了后，专工派4个医护人员过去，做1月2日防疫指导，建立当地感染管控甲同情的医疗能力。医院这一块失守的话，社区很快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区感染，所以我们医疗团已经认为应该要当务之急，首先要先阻断这一波的院内感染。另外，艺文团体嘛真关心，若是挂喙罨用徛名册的方式，敢会当恢复梅花座等等卖票的方式。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若到6、7月要开放是有可能的，因为疫情会更较稳定。文化部嘛咧规划，会先为国家级的展演馆开始。初步规划会开放卖一半座位的票，场地无要坐甲满，会扭开观众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台湾有一团去奥地利甲捷克旅游的旅行团，带团的导游也去治疗武汉肺炎过往啊。其中有一对同情的母仔囝，伫咧台大病院婚姻接受治疗。查某囡仔在今仔日透早已经出院了，虽然妈妈也搁住伫病院复健，院方也安排因来见面，希望会当替妈妈加油。非常健康、平安的回家，我们真的恭喜你哦！婚姻馆长周立先甲医疗团队送回来恭喜因出院。婚姻一对母仔囝参加奥捷团感染到武汉肺炎，拄3月中入院了后转做重症。这段期间，共团40多岁导游因为治病来过身，这嘛互台大婚姻医的团队压力真重。经过医护人员的照顾，母仔囝顺利甲好机器拔掉。早间5届采检拢是阴性，伫咧12早起顺利出院。来做用最好的医疗，把我从重症这边让我今天能够出院。真的要很谢谢他们的关心。伊住院要2个月，出院了后，想要做的代志就是紧回去厝里看卖。另外，已经渐渐恢复健康的妈妈精神嘛真好，毋过因为有血压，佫需要住院复健。大家也有着的人就爱坚强爱有信心。咱台湾的医疗足好的，因为算病床倒伤久爱佫复健卡的啦。妈妈呼吁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爱对台湾的医疗有信心，因为这对母仔囝送入去病院的第3天，病情就恶化，转入去交予病房来急救。团队逐工开会，针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用药甲治疗，病情才豆豆好起来。在加护病房呢，总共23天的时间那经历过这个严重的这个缺氧的状况，也经历了这个败血症的，每天呢帮这一对母女做这个用药上的一个调整跟处置。医方表示，要接受确诊的患者，团队拢真谨慎，要求每一个作业的定数，压力有偌重是无法度想会到的。好佳在母仔囝拄同齐到恢复健康，嘛是对捌入去照顾的正把人才医疗团队是一个真大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已经连续30天无出现本土病例咯。交通部也表示讲，伫5月20日后，就会开始推出振兴国内旅游的相关措施。第一阶段会由观光工协会来示范互伊旅游。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按照本地交通部的规定来做安排，民众若准有疑虑，会当参考交通部未来所推出的行动。疫情有较稳定，交通部振兴国内的旅游措施，确定伫咧5月底开始。第一阶段是防疫旅游，由观光工协会组一团，看疫情的发展，可能会推行1个月到3个月，互相关的人员为家的大的等等来检查国内的观光，强化旅程的防疫。车子的安排，或是食宿的安排，或是景点的安排，他们都会有一个更详细的考虑。如果自己出游会有担心的话，那我相信在这个交通部这个推出的这个防疫的旅游，大家可以多多的参加。照目前的规划，防疫旅游了后，接来会推出安心旅游，也就是国宾旅游会正式解禁，时间点可能会伫咧休热的时阵。为着要强化民众旅游的意愿，无排除会提出补助，原则上会闪开拜6礼拜，鼓励民众拜1到拜5去佚佗。吃饭部分决定说就是合菜桌，我们一桌只能坐5个人，或者是套餐，那这个成本都相对的提高，更不要说如果说有住宿的话，以1人1室来说，那个成本会是更大的一个成本来源。那以目前来说，600块大概是就是我们以在这个部分来说，以不住宿600块，那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是说这些各地的这个景点饭店业者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优惠，让这个地方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就是旅游的重新启动的这个活动。不过，规划防疫旅程、甲国旅补助，嘛，互最近无用咧纾困补助的观光局，强要记载袂掉。观光学者认为，接来国旅补助会当用发放旅游券的模式，互民众会当较好运用，嘛会当消透观光局核销的压力。我们在振兴旅游这一块，它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宽松的方式，或者是发那种全民旅游消费券的方式？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这种补助的方式，其实对观光局来讲，相对而言其实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学者嘛分析，因应防疫，未来国旅的形态可能会改变，包括带暝、坐车、甲食饭等等的空间会变甲较宽，这嘛会增加业者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会反映伫咧计价顶悬，民众就要开始惯习接受新服务的模式甲计价，避免互国民旅游搁行倒转去抬价竞争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对顶礼拜5开始有开放每一场比赛上侪1000名的观众会当入场。中职会长吴志阳也表示讲，已经送新的计划书去到指挥中心除了希望会当甲人数求到2000人，也会当开放讲伫咧内面会当食物件。指挥官陈时中也回应讲，有一寡修正建议，应该会同意上近拜5就会开放大声赞声就有安怎做这一条呢？中职一军初赛开始的比赛，上侪会当有1000名球迷入场收听。也毋过初赛到11、6场比赛，票房不如预期，只有3场的比赛1000人满场。天气炎热，那赛事又很长，其实现在的职棒很多时候是其他赛就一起来观赏长时间没有办法饮食，的确是造成球迷的困扰，也影响这个进场的意愿。票房不如预期，球团甲联盟认为主要原因伫袂当食物件伤折磨。会长高志阳讲，已经交予指挥中心新计划书，除了争取开放每场观众到2000人，亲自联合，也有一点就是希望当期开放饮食，这个部分将伫现场卖阿妈底餐点，球迷袂当炸外口的食物入来食。卖以后只能在自己座位上面享用，然后我们会加强这个大概每2局就清洁收一次，好让大家用过的便当可以很快的垃圾桶那边中职提出新计划，但是中伫下昼例行记者会指出，2000人是既定计划，估计距离甲条数应该会当维持掉。另外，饮食副指挥官陈宗元讲，等待社区防疫小组做最后的决定。那目前初步看起来，他们是采用盒装的套餐，那也附了一些酒精的棉片这样子一个整套的这个强调个人卫生的部分。指挥中心表示，可能有修正建议，也毋过应该会同意。预计上紧这礼拜5开放。对球迷来讲，感谢疫情往好的方向行，才会当有更较侪人同齐赞声，甲哪看球哪食物件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批疫情，和全世界经济拢变歹，不过台湾的经济表现也是受到国际肯定。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公布2020年头一份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讲台湾的投资环境是好的，而且是排伫咧全世界第3名，而且是亚洲排第1的。全球经济拢无好，台湾经济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也无暂时脱离负成长的命运。头一季经济成长率是1.54%，比其他各国相对稳定。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Barrick 公布2020年第一次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台湾总分61分，排名提升1名，全球第3，维持1C等级，建议会当增加投资行为。去年因为比较特殊情况，有大选的因素，各个因素的影响。今年年初开始，因为大选这个确定了，然后马上这个评比就回复到了这个13名。这个表示说，大家对这个台湾的政治安定还是企业投资最重要的、最关切的一件事情。经济部官员分析。排名提升主要原因是3大指标之一，政治风险评估指标为去年第27名进步到今年的13名。其他2项指标，英文风险指标，台湾评分是60分，全球第3名，亚洲排名第1，指数随属美国。另外，汇率对风险分数上悬77分，全球排第1。学者分析，台湾外汇存底悬，汇率相对稳定，伫投资风险评比这一项全球第1。国际的政治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洽签那些换汇协议。巩固台币汇率很重要，是因为我们是深深整合在国际价值供应链。我们的进出口其实都是中间材跟零组件，因此这个汇率的稳定是非常重要。Barrick 当年会发布3摆评估报告，预计8月、12月发布上新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学者认为基本上变化袂伤大，也毋过受疫情影响，有像台湾第2季经济成长率大衰退，也毋过有机会出现 V 型反转。有估第3季也是第4季经济开始复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伫咧后礼拜就要用视讯的方式举行会议咯，不过台湾到他拢无受到邀请。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伫11访问到台湾参与的问题时阵，说请法律顾问所罗门来回答。所罗门也表示讲，会员国无共识，所以秘书长是无权利发出邀请的。不过，咱的外交部也回应讲，英国参与 WHA 拢是 WHO 秘书长邀请的，一切拢是中国伫咧背后施压。Taiwan say that you're making a political call if you fall into line with Beijing's views on the issue.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WHO 秘书长谭德赛近来面对台湾议题，拢一头唔回。在再度被媒体询问到底敢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10月19举行的 WHA， 佢将问题等候法律顾问。Instead of clear support, there are divergent views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no basis, therefore no mandate for the DG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所罗门表示，进前台湾会当以中华台北名义出席 WHA， 是因为会员国有政治共识，秘书长是无权邀请的。也毋过，咱个外交部回应表示，进前台湾会当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就是因为秘书长的邀请。真明显，这寡公司完全反映 WHO 受到中国操控。他会认为，因为这个中方的一个反对，所以无法这个致函给台湾参加，所以这印证了他受到这个单一会员国的一个宰制，受到中国的这个操控甚深。目前有13个邦交国提案邀请台湾参与 WHA， 美国联邦参议院也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协助台湾重新得到 WHO 观察员的身份。外交部表示感谢。另外，友邦的提案行动也伫咧继续。南半球的澳洲甲纽西兰今来建议开放边境，讨论形成共同的防疫圈，搁较考虑未来扩大到伫台湾、南韩等防疫表现优秀的国家，未来拢会当安全旅游。外交部也指示咱驻纽澳代表处联系两国政府。进一步了解相关规划甲推动细节，以利后续评估。记者综合报道。5月20日，也就是总统就职典礼也伫要到咯。中国煞宣布讲，对14开始，伫咧长山港、京东港区要进行2个月半的飞弹试射。日本媒体也报道讲，中国打算伫8月在南海要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演练，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台湾的东沙群岛。就学者也表示讲，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大攻击美国。
当面海区有不明军舰活动，上级命令我舰前出侦查，并跟踪监视。中国北部战区海军驱逐舰进前开始军事演习，因为面对不明的船，近日一级战斗部署。中国最近军事动作不断。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计划8月份伫南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演习，目标是要抢咱台湾的东沙群岛。苏志芬指出，东沙群岛的战略地位是真重要，会当互中国的畅水南渡南海驶向菲律宾海来西太平洋的所在。中国会当趁这个机会攻击美国的本土。所以这些潜舰，它要经由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进入东菲律宾海，就是台湾东部的海域，才可以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攻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平衡。共军在台海周边的演训跟相关的军事动态，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等作为，都能够充分的掌握，并且及时的应处。中共一直有行动，解放军佮宣布10时开始。伫长山港、行长港区要进行2个月半的实弹射击，佮拄好是总统蔡英文5日控就职进程，时机是真敏感。学者分析，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前传出失去的消息有关系。中国当地加强北部战区的演练，而且中国国产的航空母舰山东号就停伫咧海南岛，即个伫咧军演内底公开可能性真悬。北韩的政权出现不稳的时候，美军跟南韩的军队如何去进行维稳的行动？那中国它当然有自己的预备啦。第一艘国产的航舰山东号的就是西装跟那个改装的完成，还有成军有关，所以会进行一些海空的演练。中国伫南部战区实施抢岛军演的消息传出来了后，规模是唔歹看，南海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唔拿高度戒备，海华巡防署表示，东沙岛驻防海巡部队2月份已经实施宽岛海峡火炮射击训练，预计6月份会搁一届来实施，验证岛上地底各种迫击炮、机炮的射击效力，通好反制敌军的登陆抢岛攻势。记者综合报道。正有风声讲，中国想要重新启动贸易协商。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伊无兴趣。所以一位中国人民报的记者问伊武汉肺炎的处理问题，川普竟然叫记者去问中国。规场记者会无开煞，川普就越头离开啊。The Beijing newspaper says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reopen negotiations on the trade deal to make the terms more favorable to them. Is this something you'd be interested in doing? No, not at all. Not even a little bit, no. Let's see if they live up to the deal that they signed. 华盛顿甲北京双方今年1月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毋过疫情互双边的关系搁一改变紧张。迄个时阵传出中国有意思要重新参详，川普嘛有听讲，毋过伊无兴趣。其实，采白中国副总理刘鹤、甲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啊，搁有财政部长梅努钦，伫咧贸易协议签署了后，头一摆通电话，正是双方拢同意落实第一阶段的协议内容。川普政府嘛同意，然后进一步增加收的关税。北京是保证未来2档的进口会以2017年来做基础，再搁增加2000亿美金。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比例已经超过8万人，最近搁传出北京无聊有真侪人致病。西上的工作人员已经奉下令，伫咧办公室内底必须爱挂喙罨。11日北京玫瑰园防疫记者会面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裔记者江伟嘉问讲，是安怎川普坚持美国做检测爱比全世界搁较紧，顿哪像伫比赛？所无过真侪美国人已经无命，逐工也搁有真侪新增加的病例。这话互川普起胜地，双方你一句我一句是袂得煞。Well, they're losing their liv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maybe that's a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China. Don't ask me, ask China that question, okay? When you ask them that question, you may get a very unusual answer. Yes, behind you, please. Sir, why are you saying that to me specifically? I'm telling you, I'm not saying it specifically to anybody. I'm saying it to anybody that would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 That's not a nasty question. Please go ahead. 江伟嘉伫咧中国厦门出事了后，对厝内的人移民美国，伊认为川普的言论是针对伊的华裔外表。川普嘛批评讲伊的问题真恶质。原本点名后壁的 CNN 记者柯林斯来发问，了后佫跳过伊点名后一个，柯林斯坚持要问问题，川普转雄雄结束记者会，快日就走。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国疫情。中国武汉阁出现本土病例咯，官方也宣布讲，武汉全部市民爱做武汉肺炎的病毒核酸检测，而且是对10月开始分区进行，打算伫10天内爱全部完成。官方在今仔日记者会也承认中国有本土案例风险，也已经派出工作小组去到真严重的责任性苏兰市啊。
中国武汉市的本土病例搁增加，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下1份紧急通知文件，伫咧全武汉市开始全部的人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含期10天分批检测。因为武汉市的3面小区发生社区感染，初9到12已经累积有6例本土病例。真侪防疫人员伫咧社区的出入口鼓励，全区封锁14天，全部的人拢要接受检测。就是说不能进不能出，什么意思？出来你有工作证明，他就是严格风控了。所有的3民社区这一部分人分批的全部做了核酸检测。这个快递什么都进不去，不让进。社区内底居民敢若会当靠健康码或者是工作日才会当出外。伫咧即届本土病例当中，佫出现一个89岁患者，3月中出现症状，食药捌开好，5月中佫转做阳性确诊，要到2个月一直来发病。中国防疫专家表示，敢是会当开好，全部拢靠免疫力。病人的抵抗力弱，那么他就不能的清除病毒，使得病毒在体内的时间呢，就会可能会很长时间。人年纪大的时候。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这个病程呢可能会很长，而且可能会出现反复。吉林省苏兰的疫情嘛变严重，连续几日间增加13例本土病例，感染源不明，而且佫有下省传播。苏兰已经伫咧彻查封城，中国官方12日记者会嘛先至讲，佫一届出现本土疫情的风险，已经派工作小组去苏兰。近日再次出现本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提示。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中国官方通报，11中国疫情新增加确诊一例是境外移入，毋过无症状感染的是新增加15例，拢是对中国本土病例来的。另外，中国商务部嘛宣布，为着加强控管，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的方式，禁止出口医疗喙炎、甲防护衫等等的防疫用品。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1万块的纾困金，为着要互民众申请方便，所有民众根本就是已经过了真好啊，想讲送件送看卖啊，敢有法度领到这1万块？其实大多数的民众拢是无法度申请的。另外，伫咧高雄市政府也启动作业分流，用纾困专车去到菜市啊做申请说明的放送。因为申请无补给难纾困金的人实在是伤济，平常时真少有人伫咧屏东县潮州镇公所头一届装抽号码机，依持作业的特殊。毋过柜台办理了后，后手审核的时阵，却发现讲无符合资格，佫想要骗纾困金的人袂少。家庭主妇，那她没有具劳保，因为她拿出来申请。那因为我们是以户籍誊本现在查阅她的资料，才发现说其实她的先生是具有一定以上的财产啊。然后孩子也任有公职这样子啊。提价金较少的口座来申请，镇公所估计来办理的民众可能敢若20%有符合申请的资格。屏东县政府嘛统计到11为止，屏东县申请4423件，敢若核定13件。咱若高雄市政府是推出纾困专车，伫咧2日进前会去各大传统市场巡回，接受民众的探问。是想要问帮家人问，对不对？看能不能就是申请这个方案。对，因为毕竟家里有超过65岁以上的家人，还有现在有没有在工作的家人。如果放在这边的话，有些长辈或是老人比较会来逛菜市场，就会来这边顺便询问一下，多少还是会有帮助一点。市府统计，高雄申请纾困金的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11为止，拢总核定534件。除了纾困专车，接来会加强办理作业的分流。请各区公所做说明、受理跟审核3个工作的分流。人力不足，我们在说明跟受理这部分，我们有请社会局协调训练志工来做支援。市府希望伫咧说明的阶段，而且无符合资格的民众唔通来申请，嘛呼吁讲，这个事是有法律的效力，若是无老实填报，恐惊会违法。另外，附的资料若愈较长，核定的速度就会愈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企业新老国际工会成员在今仔日去到交通部陈情，因也质疑讲新老公司因为中华电信要撤柜政策，可能会互400名的店员无饭碗。新老公司也回应讲，这个礼拜5就会举行劳资协商。4%，神脑国际参与咖。伫疫情累来时阵，部分中华电信门市传出要裁撤新老柜台消息。新老工会12日由北部大抗议，指控中华电信伫2018年推出的499价格8方案谈800，却单方面变更绩效奖金的计算方式，低数员工逐个月少领数千块。
工会理事长陈正国讲，家己为员工争权益，却防不当的事头路。公司对工会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对去年一个人原本薪水是4-5万块，甲今年一个人领无到2万6。伊佫较指出，未少绩效奖金被批，佫加传出中华电信会在贴新脑柜台的政策，可能提出全台将近400名的门市人员会面临失业。工会要求公司说明，却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今天的澄清我都听到了，我们会赶快请相关的单位来处理。面对定情抗议，新脑国际针对控诉事项作出回应，表示近期并无大规模裁员计划，也讲受到大环境无景气的影响，整体业绩落败，门市人员领到较少的营运奖金，产生减薪的错觉，提出工会误解。也讲到工会理事长陈正国制造虚假不实的文件，破坏劳资信任关系，所以将伊自遣。双方将伫这礼拜5进行劳资会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新营公园中，最近就风声讲欠老师薪水问题，甚至要求老师爱负责招生，若准时无就要家自遣。伫咧风声走漏了后，学校说是无爱回应，教育部也当咧介入调查。来到学校的门口，学校的人员讲因应疫情的需要，赶紧把铁门溜起来。防疫期间我们所以不说明一下那个学校那个要求老师招生的事情吗？伫咧台南柳营的新营高中，因的篮球队是真出名，同人知。不过最近煞传出欠老师的薪水，甚至还有老师投诉讲，校长要求每一个老师伫咧109学年度至少要招到3个学生，若无后学期就会甲死头路，互老师的工作权受到威胁。针对这点，全国私校工会表示，这个情形已经明显违法。虽然老师应该都很乐意协助招生，但是用招生的绩效来绑他的工作权，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财务的部分是董事会的责任啦，也不能因为说学校经营不善，然后就要不发薪水，那这个也是违反法律的规定。邱延辉表示，教育部已经伫咧102年11月2日，甲私立学校教师聘用无合理的内容做调整，明定袂当甲招生的人数列入去甲教师拍分数，还佫有加做敢要继续请这个老师的标准。而且伊嘛讲，确实有接到5个老师的投诉，望主管单位教育部会当介入来了解。针对这点，目前教育部已经发文给这间学校啊。已经行文先去给这个新农中学，请他减负他最近一次给老师的那个薪水单据到底有没有给？那如果没有给，我们就会依照教师待遇条例的部分来处罚他。全国的学校面临着少子化的威胁，为大专院校一直到国中、高中的私立学校拢受到冲击。也若针对学校爱老师招生的部分，教育部讲，若是确认学校有违反规定的事实，会减少私立学校的补助，还佫有新年度招生减班。目前教育部嘛已经介入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说落来，咱来看罗西亚疫情。到今已是超过23万人确诊，2000多人死亡。不过，因的总统普廷却宣布讲，对12日开始，为着要救经济，就要实行部分复工。不过，也是大型集会，也是禁止的。上界惊的是防疫甲经济，恐怕是会双头无前后。俄罗斯的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已经连续10天新增加超过1万的人确诊，累计超过23万例，已经是全世界第2，总共超过2000个人死亡。不过，在这个疫情继续在滚价，总统普京所宣布12日开始放任禁令，部分复工。12 мая единый период нерабочих дней для вс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но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Ее опас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ричем даж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где ситуа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лагополучная. 虽讲在要复工，俄罗斯也是维持禁止大型集会，而且实施真严格的防疫标准。所有人入去商店，甲坐大众运输，拢必须要挂嘴烟，还佫有挂手套。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ка исключаются любые массов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конечно, всем надо строго выполнять санитарные правила.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аботы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магазинов, сферы услуг, транспорта.
另外一方面，首都莫斯科的展览中心是方改造做哪像当初是武汉的方舱病院，12预计开放要1000个患者来住。Здесь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ется наш филиал нашей больницы,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оказывать помощь пациентам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ей легкой и средней степени тяжести.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открыть и начать помощь с 12 мая, завтр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мы готовы на 96%. 除了莫斯科，俄罗斯全国各地嘛拢来动土起医疗设施，来应付一直扩大疫情需求。俄罗斯上新真侪人感染的所在是病院甲照护中心，像讲西伯利亚城市雅库茨克一间照护中心，就发生9位老大人群聚感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东欧的乌克兰，到今因也是15000多人去治疗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有408人。美联社的记者也甲乌克兰的财政问题、医疗体系崩盘情形也拢总报道出来啊。乌克兰吉里斯耶地区这座墓园，这一天落葬的是一名71岁死伫新冠病毒老人。Йому на другий день стало важче дихати. І переводили його в реанімацію. І потрібно було апарат ШВЛ, який в нас ніби був в лікарні, але він був в неробочому стані. На іншому була підключена людина, фельдшер. 多年来贪腐的政体，财政早就歪个起错，佮加上甲东部亲俄势力长6年的战火拖累之下，越变来袭。乌克兰根本都无偌济钱会当抵挡。伫治疗重症病人的加护病房，医护人员是穿家己做的防护衫，下包着喷射袋啊进行治疗。全国各地医疗工作人员为了抗议改革，举行游行示威，甚至要有一寡病院的主管以绝食表达不满。Багато хто зразу щось закашляли, зразу всі повтікали. Деякі працювали на ізнос, так як люди, бо треба розуміти, що треба допомагати і все такого плану. Масок не було, комбінезонів не було. Ну, сюди, желаючих, це відділення, там, де я зараз працюю, не було зовсім ні одної людини. Ні одної. Я согласився, і завідуюча, як сама, то вона тут зобов'язана. А так, більш, я дитячий анестезіолог, і я прийшов сюди, бо розумію, що я тільки можу тут в цьому відділенні заробити грошей. Ну, зарплата, як ви знаєте, в Україні невисока. В общем сложності ставка в мене 4 з копійками. 这亚普尔地区病院负责视谱的病理学专家，因为太平间无空调加水的过滤系统，无奈只会当伫病院后壁抗地下工作。就连因身上所穿的黄色防护衫，拢是一名做 AI 朋友做互因的。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皮特斯日前挺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祝贺中国甲警告，讲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过，因的总理阿尔登伫12表示讲，纽西兰会继续维持一中原则。纽西兰总理阿尔登12在记者会面顶强调讲，因维持一中政策的原则无改变，针对对台湾的立场看法，敢若限制伫咧台湾即届伫疫情处理面顶的表现。Through a number of years, we've always taken a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s continues to be the case. A place like Taiwan has used some particular approaches that have demonstrated also success in their management. And so really for us, it's about being able to gather that knowledge, but it fundamentally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with regards to one China. 纽西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皮特斯是继续恶劣台湾处理疫情是国际的模范。To find examples of how we might help internationally and locally our defeat of COVID-19, Taiwan has been a standout society. 皮特斯进前表明个人支持台湾重新加入去世界卫生组织，嘛引起中国驻纽西兰大使馆的不满，警方警告可能去影响到双边的关系。根据纽西兰主流媒体纽西兰先驱报的报道，皮特斯并无烦恼支持台湾了后会去予中国攻击，而且讲伊个人得到中国上高层的保证，伊相信袂有这种报复的代志来发生。另外一方面，纽西兰官方因为有效控制疫情，续落来进入新阶段，也就是降等去第2级别警戒。相关计划重点伫咧重新启动经济，专境的学校恢复上课，购物中心、餐厅、电影院，还有游乐园卖小连续重新开放。不过，官方表示，也是要维持社交距离，而且保持个人的卫生。澳洲嘛，因为疫情得到控制，部分禁令会来放令，包括咖啡店、餐厅、商店，还有温准户外的活动。未来几个月以来会分阶段来解禁。不过总理莫里森表
表示，就算目前对抗疫情是有效果的，不过威胁也未完全解除，大家也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保持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瑞典有一对翁仔某因开一间真特殊的一人餐厅，唔但只有一块刀啊、一只椅啊，而且佫设置互我来食饭的人会当忧伤恐慌，也未有群聚感染的危险。咱可以骑到脚踏车，顺着桥甲河川到一个草坡，敢若看到草坡放着餐刀甲椅仔，这就是人客等一个要用餐的所在。虽然一对翁仔某伫防疫期间开了一间一人餐厅，无需要处理装潢，只要伫这个自然环境放一人份的刀甲椅仔，互消费者伫个自然内底享受美食。This is just some ice in the basket. There we are. Here's the drink. It's going to be shaked when it's going down. And not to forget, something to drink from. So I'm putting that in there as well, and off we go. 这间特别的餐厅开伫瑞典斯德哥尔摩西边的兰塞特小镇，因为瑞典要求防疫措施要保持社交距离，互业者翁仔某甲爸母伫3月自餐的时阵，嘛爱分做厝内甲厝外食，嘛互因收到开了这间一人餐厅，总好使做好料理，放入去篮内底，用简单的骨轮甲扫牙来运送，互人客家己摕物件出来食，完全无群聚感染的风险。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many of us miss the most in these times is traveling. And since we can't geographically travel far, I think at least by our minds we can travel. And one of the best methods of having an inner travel, at least I think so, is by food and nature. 用餐结束，人客嘛面对总铺塞拍泡啊，表达感谢。记者表示，目前用餐的计数是人客要求的料理决定。另外，想要伫个大自然内底用餐，嘛要先预约。目前5月订位拢已经客满。如果到今年夏季结束，这间防疫的一人餐厅拢会继续营业，提供人客好食的料理，嘛互人客享受甲大自然做伙用餐的感受。记者戴世彤整理报道。有国际航空运输评比的顾问公司公布，2020年全世界前100名的机场，咱桃园机场排伫咧第18，是这3年来上界歹的成绩。各项指标当中，无障碍设施甲海关却是排伫咧前10名，其他的部分也拢全部退步啊。受到疫情的影响，空空无半人的桃园机场，伫咧全球100大机场的排名，甲去年比是退步5名。这项由国际前有名的顾问公司做的评分，当年为全球500外个机场当中，收100外个无共国家旅客的物件来做调查。新加坡樟宜机场已经连续8年是冠军，第2名是日本东京国际机场，卡达的马哈德国际机场是第3名，桃园机场是排第18名，甲2018年第15名来比，去年进步到第13名，是3年来上歹的成绩。当然竞争很激烈，尤其现在疫情的期间，所以这些评比我们也会来了解。哪一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做更好的改善跟精进？桃园机场今年伫评分的项目当中，除了无障碍设施机场排伫第8名，通关流程的证照查验排伫第2，其他拢排伫10名外。它的设施改变蛮多的啊，像2航下的5楼观景台，还有很多的商家，其实改变蛮大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会退步是因为来的人太少了。航空人士分析。桃园机场去年的运量超过4869万人次，虽然创下新高，不过机场早就未堪值，造成班机的时间延期。第3航站阁因为改设计，发包的时间延后，嘛连带影响到服务的品质。完配度的线爆量，所以造成整个机场飞机门不够，还有跑道和模型都正在修，会造成这种航机的这种延误啊，客人对满意度不好。针对评分退步，机场公司发布新闻稿回应，为2015年开始，运量都已经超过设计的量。趁这届疫情的期间，整修北跑道，各项1号的建设工程嘛会提早进行。同一个时间会强化员工的培训，未来嘛会继续强化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也特别1年啦，示威活动也搁再出现咯。却因为中国两会特别举行咯，香港警察的执法也变更加强哦。
母亲节伫旺角的冲突，毋但有立法会议员受伤，记者要采访也防阻碍。警务处长是有承认讲，警方的行动爱检讨，因为特首林郑月娥也爱警方甲媒体着好好沟通。 香港反送中运动得要满1周年，加上中国两会得要开会，一度因为疫情较晚后警民冲突，即嘛搁再升温。尤其是母亲节迄天，唱歌的活动变做港警的大镇压，旺角街头的防暴警察，甲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压伫咧涂骹，造成伊身躯顶真侪所在受傷。港警搁有所噴胡椒水來阻礙採訪。近距離對記者嘅眼耳口鼻對射呢個胡椒噴霧，攆記者攆足20秒。 會唔會同傳媒致歉？無論你嘅受傷情況係點樣都好咧，我都慰問你先嚇。咁至於咧就係有關於係嗰日咧係一啲傳媒嘅經歷咧，我都覺得係唔理想嘅。檢討檢視，甚至咧去睇睇同事究竟當時發生咩事。我亦都係認為我哋要更加專業嘅。 丁炳強表示，後禮拜港幾個記者協會開會，商討要安怎讓記者較方便採訪。毋過港警佇母親節迄天掠一個只12歲學生記者，而且佫甲伊警告，但是佫出現佇示威現場，會用疏忽照顧兒童罪起訴伊的家長，引發爭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希望警方甲媒體溝通，嘛要討論兒童記者嘅問題。因為12歲嘅小朋友點可能喺嗰種嘅場面能夠處理到一個複雜多變嘅情況？ 咁點解會有人仍然係認為呢啲小朋友嘅記者係可以走去現場做記者嘅採訪工作呢？進前4月18大抓捕，真濟反民派嘅人士，甲一團媒集團嘅創辦人黎智英，攏互指控參與非法嘅集會，甲限制出境。黎智英佇網絡節目表示，雖然互港府抓起來，但是伊嘛是要繼續就街頭守護民主，就算愛坐監，伊嘛不要緊。我看香港人現在這麼團結，香港人這麼堅決。 是不會誘爆的。假如要坐牢，我也不介意去坐牢。黎智英指出，港府即馬想要一遍就解決香港嘅問題，用強悍嘅手法，互就街路嘅人數減少。伊嘛佫較感謝講，家己是半個台灣人啊，呼籲大家支持澎湖嘅訂閱制。記者綜合報道。伫咧高雄的中佳農場是國內頭一個公家所設的有機專區，不過科技部所推出的南科橋頭園區開發案，可能會把這個農場全部吞掉。在今日下晡，環保署也針對開發案進行界定會議，除了地方的民眾反彈，就連農委會甲內政部的意見也是袂合適。 鏡頭看出去，這規片田要甲31公頃，是伫咧高雄橋頭中佳有機農場，嘛是全台灣頭一個公設的有機專區。這10年以來，有30個農民支持政策入內底拍拼，想袂到即馬政府為着要推動南科橋頭園區的開發案，所要甲因長期的心血毀掉。迄種攏嘛頭殼講較有即款代誌安尼啦，政府講的攏無準繩，阮現在農民就感覺去互騙伊啦，就安尼講互騙伊也無過分啦。 下晡環保署舉辦橋頭園區案移改寬片範圍界定會議進行，對高雄內農民、居民啊，各有民代就表達反對用農地來往園區的開發。如果有一天這些食物都沒有辦法再出口到台灣來，我想請問總統、院長，你要我餵孩子吃手機板，還是要我餵孩子吃液晶面板？ 啊，毋過會議剛開始進行，參加的立委要求愛抄清楚釋法式。農委會嘛表示，這個專區是照有機農業促進法第6條應該優先存在。啊，毋過內政部強調講，這原本規劃做橋頭新市鎮，敢若是借土地做有機專區。站在農委會的立場來說，不管今天的經營者是誰，我們都希望能夠保留現況，然後持續的做有機農業使用。這些使用應該在主管機關通知整體開發時，自行無條件的拆除，配合開發。本案面積262公頃，民間團體要求講應該有代替方案保存有機專區。啊，若是環保署是表示，這個敢若是移改寬片進行的準備會議，未做任何的決議。記者綜合報道。新北市三重埔的中正北路，在去年7月發生車路崩塌的問題。經過調查落去，才發現講有可能是附近的電鍍工廠，把一寡強酸鹼質的物質才害水管攏揚起。檢警也去到工廠所在，也約這寡業者來問話。佇個畫面當中，會當看到下水道的拱壁下骹發現有無病的情形。新北市三重埔的中正北路193巷，去年7月份出現車路塌落的情形。相關的單位調查了後，發現講原因是有真強的酸甲鹼甲鋼線揚起。這樣子一個損壞並不是一個自然的因素，而是受到一些
那个酸碱被水所腐蚀造成的影响，整个路面有掏空跟塌陷的一个状况。那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去做调查，发现说附近的一些电镀工厂所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去年代志发生了后，新北市赶紧派怪手甲挖开，保护管线，而且用红毛土灌浆，稳定地盘。不过，这个所在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事故啊。下水道工人维修下水道时，吸入过多的氰化物啊，造成死亡。氰化物来自于当地的电镀业者排放这个有害的废弃物。发动大规模搜索查缉啊，查获多家这个电镀业者非法绕流排放有害的这一个废液。经过调查，这个所在附近有真侪电镀工厂，检测下水道的水质出现有真强的酸甲碱的物质，也佫有氰化物甲重金属的反应。9家，我们管线会把它全部都封除掉。全新北市只要有一户有这种情况，整栋建筑物全部都不接。检警单位会同水利局甲环保局分13路去逐间电镀工厂搜查，嘛约谈相关的人士到案。后手会依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相关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佫有500万的罚金。环保局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现有污染环境等违法的代志，都要赶紧通报。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咧成功渔港，就渔民去掠到一尾乌昂船，拖上船了后，才发现讲，规只乌昂船去互海底客家只剩一挂鱼头掠掠。在昨日，一寡渔民又搁顺风出航，这回真无共，因是丰收好年冬。掠到这只乌昂船的渔船，驶入去成功渔港，为船舱甲一尾100公斤重的乌昂船吊起来，拢总有8尾。不过落尾有4尾，敢若剩鱼仔头，去鱼市拍卖。这系列8斤重的鱼仔头，为10公斤150块开始划价，一直划到10公斤剩100块。食了了，剩一只头，我多，这一只10几万的，我剩一只不到2万块。渔民讲，掠乌昂船的方式是用索放几公里远的钓鱼，掠到了后，才搁拖上船，结果去互一阵海底对咧，沿路哪对哪食。顶礼拜嘛掠到一尾，嘛是共款去互海底价，甲敢若剩鱼仔头，即届一捆头掠到12尾，都要甲遮的海底比赛，真无简单，才甲完整的8尾保护掉。历经了14个小时呢，捕获12尾黑尾鱼在高兴之余呢，不幸还有4尾遭海豚的抢食。11伫咧成功鱼市拍卖，这8尾规分数拢好溜溜的乌昂船，拢总有15公斤重，1公斤卖500块。渔民这届总算掠有过手，不过成功渔会统计，今年到达成功港有掠到乌昂船，敢若18尾，拢总重量才2400多公斤，其中就有5尾去互海底食甲剩鱼仔头。乌昂船掠到的量嘛比往年较减3成。记者综合报道。港澳研甲体育会做伙投入智慧中照合作，结合创新智慧科技甲丰富的中照经验，变做一个智慧照护验证的实验场域。未来会运用伫体育会所管的英民病院以及着16间的英民之家。是大人食来爬的楼梯。根据显示，台湾各国6党特别进入去超高龄社会，工愿意利用科技拍造出 WiFi 生理量测、红外线主题辨识以及智慧窗景等等的系统。当时大人跌倒，还是心跳喘气发生的状况，就会马上通报救护人员。不管你是个人居家或者在照护院，我们非常担心一个老人家他的衰退情形，甚至跌倒，所以我们有红外线的侦测，在兼顾隐私的情况下，万一跌倒，马上就有人来帮助你。为着要甲这科技会使实际运用，工研特别甲国内上大的照护机关体育会合作，未来要甲农民病院以及16间的农民之家拍出智慧照护验证的场所，农民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并且能够减少我们在第一线照护人员的工作负荷，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照护的品质。工研院指出，透过运用智慧科技来进行合作甲照护，除了会使延缓老大人失智，嘛会使减少人力资源，为引发出的长照进一步心力。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台南北门的乌寮国小，有一身红仔藏伫咧校园内，伊是专门提醒学生囡仔着爱接洗手、挂嘴罨，咱也做伙来看卖。
底帽啊，挂喙暗，腹肚中也搁有水倒头，下底放一块纱纹，这个形体真特别，看起来搁不离啊古锥的红啊，就踩伫咧台南市北门区鹅寮国小的校园。囡仔只要入来学校，就会走去红啊边啊拍招呼。校长讲，这身是大家公认的防疫大赛，即马已经是囡仔的佚佗伴。小朋友啊，非常高兴，所以他们也都会先在这边假装洗手。可是当他们洗完手之后呢，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刚刚有碰触到，所以一定要去洗手。甲人无爱滴的塑胶桶、水管、手套夹做一身红啊，其实这是洪坤王的想法。洪坤王对鹅寮国小毕业了后，即阵已经是社区正人保守专门用回收米创作的人。校长讲，因为洪坤王的创意，学校老师伫咧推广防疫观念的时，加较轻松。我们有一个勤洗手，有勤洗手，然后我们要戴口罩，以及呢，假日的时候不要趴趴走。当你做到这些之后，我们才可以保平安。平安健康，即阵已经是家家户户的愿望，但这身红啊，也变作是鹅寮国小防疫宣导上介好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虎尾安溪里的里长蔡条中，为着弱势学生，也办理社区的课后辅导班，也已经有17年的时间咯。受里长支援囡仔也已经超过1000位，今也争取到社会企业的支持，希望互囡仔的读册环境有改善，才做一个开阔人生。囡仔遐囡仔仔坐做伙，伫咧社区的活动中心读册、写功课。这囡仔有诶，因为厝内底经济较歹，或者是家庭的功能有欠缺，较无人顾。云林虎尾镇安溪里的里长蔡条中烦恼囡仔的安全，也有发展。17年前开始伫咧社区开辅导班，学生为学校下课，就会使有一个做伙佚佗甲学习的所在。喜欢，因为这里很好玩。囡仔也办耍呢，那么平常课后呢？这一般家庭囡仔嘛是伊个无人去照顾，阮就甲老师参详，就是来做课后陪伴的来甲好好照顾。安溪里里长蔡条中即阵已经照顾1000个囡仔，为着提供更较全面的照顾，伊也专工找基金会合作，增加辅导班的资源，也有人力。以社区的人来照顾社区的孩子这样子的理念，希望我们的社区的孩子能够在社区的一些长辈，还有社区的乡亲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之下，可以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安溪社区因为伫咧推动儿童教育，也有家庭照顾，真有心。毋但是当地典范，即阵也搁结合社会的企业，要互囡仔有更较健全的辅导机制甲资源，望未来社区会使延续时代甲囡仔互相看顾甲学习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北港有一间便当店，对100年开店了后，拢抱着回馈社会心。但年拢有一天会举办送爱心便当活动，到搭也有真侪人做伙来响应，也希望讲摕到因爱心便当的人会当感受到因的温暖甲关怀。摆家呢乐乐长，这挂人其实是要来领便当的。这间伫云林北港镇的便当店，自100年开业到今。热心的头家，逐年拢会办送爱心便当的活动，而且无限制对象，若有需要的人，就会当来这领。起头我们是从开始做100年开始发送第一年比较少，当然是可以做越多越好。打开始，头家家己店店付出300外粒的便当，落尾受到侪侪乡亲的支持和赞助，互爱心便当的数量一年比一年较侪。来领便当的人嘛讲。便当店这款回馈社会行动实在真甘心。因这店老板做爱心的啦，每一单拢会发，那对这贫苦的人照顾足好，足感谢。啦，拢在有爱心的咧斗相共啦。虽然是做了钱的生意，不过头家也是真用心在顾品质，要让民众吃到新鲜佮健康的便当。伊希望唔但让民众吃会饱，嘛通甲因斗帮忙。爱心餐跟我在店里做的都没有分，都是一样品质。希望来给我捧场的都很高兴，我都让他们吃得健康。这个活动虽然一年才办一届，不过头家讲，上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同齐来做公益，替社会增加爱心资源，重视社会上真正需要关心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22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印度看復育出來的石龜仔囝。也感謝恁收看今日的AM新聞，我是嘉豪，咱再會。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以后我会负责甲大家介绍甲情绪有关系的事。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最介意的一种感觉，欢喜，欢喜，汉字写作欢喜，罗马字写作好哇花，好意喜。欢第一条，喜第二条。欢喜这个词伫台语有3款意思。头一个是咧讲感觉，就是咱感觉欢喜，亲像乌西安尼，摕到我掉头奖的彩券，边仔唔知影咧欢喜啥。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像伊今仔日伫路林拄到一个真水的小姐。欢喜甲跋跋倒。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无理由的欢喜，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你是咧冒欢喜的哦。伫台语内面咧讲无共程度的形容，会当讲真欢喜、足欢喜、真欢喜、介欢喜、有够欢喜、极欢喜等等。啊，若搁较欢喜，咱嘛会讲夭寿欢喜，欢喜甲挡袂掉，欢喜甲目屎流、目屎滴，也是欢喜甲安怎，会使用家己的方式来形容，加强欢喜的程度。无共程度的欢喜嘛有无共的意思，像喙笑目笑，脚松手人，心花开。笑头笑面，爽快乐痛等等。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像三脚走，两脚跳，就是欢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嘛会使讲家宝跳破卵，形容欢喜甲像家宝，甲家己生的卵打破啊！还有一句俗语是：富拉鱼食到皇帝肉，痛甲无标。标就是鱼标，鱼仔拢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
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布拉伊安尼，食到足珍贵的物件，皇帝吧就会足痛足欢喜。例如欢喜，喙笑目笑，乐痛，三骹走，两骹跳，家母跳破卵。布拉鱼食到皇帝吧，痛甲无标。为即马开始，咱若要表达欢喜即个感觉，就只有最新的词通用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